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哋係中五同中六級修讀中國歷史嘅同學，我係6B 班蔡恩慈，我係6B 班蔡希妍，6B 班林子琪，我係5B 班呂杏妮，我係5A 班譚永彤。早前我哋參加咗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同埋文化學系主辦嘅理大全港中國歷史論文比賽2024，並奪得創建大獎。喺今日嘅早會，想同大家分享我哋參加呢個比賽嘅得着同埋感受。我係6B 班蔡恩慈，我哋嘅論文題目係從晚清演說中嘅女權思想看中國與世界文化嘅碰撞。隨住西方思想同埋文化喺中國嘅傳播，女權思想喺晚清時期逐漸興起，喺唔同嘅場合作公開演說，亦都成為咗晚清時期宣揚新思想嘅重要媒體。就例如梁啟超曾經將演說成為咗宣揚唔同政治同埋社會變革主張嘅平台。所以晚清嘅演說文化肩負住開啟文字、改變固有思想嘅作用，成為咗當時嘅社會潮流。而演說文化都對推動女權運動發揮咗好大嘅助力。我哋嘅論文由5方面作為切入點，探討晚清嘅女權思想。以婚姻權利為例，當時嘅演說紛紛強調婚姻應該係自由嘅，不再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束縛。大量嘅演說都提出女子不應再受相夫教子嘅固有思想限制，而係應該同男仔一樣享有相同嘅教育機會。而晚清演說者通過女權演說，都令唔少人意識到男女之間嘅差距係應該拉窄，同埋更應該徹底打破。而女性作為一個獨立嘅個體，都應享有同男性平等嘅社會權益，擁有接受教育、營業、財產、交友同埋婚姻自由嘅權利。婦女亦都有權利參與各種社會嘅事務，肩負社會責任。而喺研究呢段歷史，都令我深深體會到，對現代人嚟講，其實好多女性理所當然擁有嘅權利，其實都唔係必然，而係前人努力爭取嘅成果。我係6B 班嘅蔡希妍。喺論文構思過程裏邊，我哋當初諗到晚清係中西思想同埋文化交流比較頻繁嘅時代，所以 Mr. Lau 就向我哋推介一啲同清末嘅下層社會啟蒙運動有關嘅專著。喺一輪嘅思考之後，我哋認為演說文化一方面係喺當時文字以外一種比較嶄新嘅思想傳播模式，亦都係過往嘅教科書鮮有提及嘅。同時喺今日嘅社會裏面，我哋都受住社交平台唔同人士嘅演說所影響，於是我哋就有興趣研究究竟百幾年前新式演說嘅興起點樣改變咗清末下層民眾嘅生活呢？於是我哋就開始撰寫論文。但係發現寫咗9000幾字都仲未進入到中西文化碰撞嘅分析焦點。於是喺諮詢老師嘅意見之後，我哋首先揾到當時晚清演說嘅原始版本作為研究嘅第一手資料，發現女權演說係晚清演說家一個成日提及嘅議題，反映咗中西文化交集，亦都同時係我哋作為女同學嘅參賽團隊呢一個題目對我哋發現自我嘅價值都有好重大嘅意義。於是我哋再逐步咁樣收窄呢個範圍，將焦點放喺女性群體上邊，再參考其他嘅學術期刊，分析晚清演說嘅女權思想與西方嘅關係。喺開始寫論文之前，Mr. Lau 就帶咗我哋去中大參觀。難得嘅係，我哋唔係中大學生，但係因為 Mr. Lau 係中大嘅校友，所以我哋可以一齊入到去大學嘅圖書館論文庫搜集資料。當時我哋望住過萬藏書嘅圖書館，真係無從入手㗎。但係喺電腦系統嘅幫助之下，我哋成功揾到好多有用嘅資料。當中最大嘅得着就係呢啲豐富嘅資源，因為呢啲圖書或者刊物好多都未必可以喺市面上邊揾得到。我哋平時亦都好少咁樣接觸到呢一類型嘅史料，所以呢一次去中大實在令到我哋大開眼界，對提升我哋論文寫作嘅信心有好大嘅幫助。
我係6B 班嘅林子琪，喺撰寫論文嘅過程都並唔係一帆風順嘅。由於我哋都係第一次嘗試去寫論文，所以喺一開始嘅時候，面對住浩瀚嘅歷史資料，都唔係好知道點樣去揀選適合嘅事實去進行分析。而喺撰寫論文嘅時候，選擇適合嘅例子係至關重要嘅。我哋需要一啲實質嘅事例，而且能夠緊密咁樣貼合主題同埋我哋所選嘅歷史時段，先至能夠進行深入嘅分析同埋思考。所以我哋需要閱讀大量嘅歷史資料，從而去挑選出最適合題目嘅例子，令到我哋能夠充分咁樣表達到論文嘅主題。例如當時我就負責嘅從晚清演說看中西文化碰撞嘅部分，就需要引用當時嘅演說例子。我就揾到一啲當時從西方留學回來嘅女性知識分子，透過演說嘅途徑，令到更多嘅女性受到西方嘅文化薰陶，從而獲得前所未有嘅文化衝擊，繼而令到女權思想能夠喺社會上面嶄露頭角。其實有關當時利用演說傳播女權思想嘅史料係並唔常見嘅，但係一步步咁樣去發掘一啲散落喺唔同角落嘅歷史材料係非常有趣嘅。而我亦都喺呢一趟尋找歷史嘅旅程入邊，發現到自己對追求歷史嘅喜愛。喺成功嘅路上，面對困難係在所難免嘅，但係只要我哋有堅定嘅信念去克服種種嘅挑戰，就會發現到其實自己有更大嘅潛力。而參加呢一次論文比賽，究竟會唔會影響到學業呢？呢樣嘢係我哋幾位中六同學上年決定參加比賽之前嘅疑慮，因為當時我哋決定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已經係中五嘅學期尾。當時我哋正要迎接暑假嘅統一測驗同埋為 DSE 做準備，所以都有擔心過比賽可能會影響到學業。但係最終我哋都決定參加呢一次嘅比賽，因為覺得呢個係一個難得嘅機會。不過而家諗深一層，呢個比賽反而可以幫助到我哋即將要考嘅 DSE。喺撰寫論文嘅過程入邊，我哋需要分析同埋評估唔同歷史事件同埋時人行動造成嘅影響，所以培養到我哋自身嘅批判性思維，有助我哋去應付中試 DSE 考核嘅評述寫作。加上因為課程嘅限制，高中嘅中試課程唔能夠覆蓋到好多唔同嘅歷史，而參加比賽則可以令到我哋認識到一啲我哋好少接觸嘅歷史，例如我哋喺今次論文寫作研究嘅婦女史同埋有關西方思想喺中國傳播嘅另一種媒介，例如演說文化。喺課本只係略略咁樣提到晚清西歷東漸嘅現象，透過呢一次嘅論文寫作呢，就可以補充到課本上面嘅不足。我係5B 班呂杏妮。比賽完咗之後，其實都有好多想同大家分享嘅個人感受。上學年其實我哋都好猶豫要唔要參加呢個比賽，但係好感謝黃老師同埋 Mr. Lau 喺過程中都俾咗好多鼓勵我哋，同時喺寫論文嘅時候俾咗好多專業嘅意見，我哋先可以寫出一篇優秀嘅論文作品。其實7月嘅時候，我哋已經寫咗近萬字。但係途中先至發現，原來有9000幾字仍然係演說文化對清末下層民眾嘅影響，根本就未進入到分析中西文化如何碰撞的論文主題。當時其實我哋好彷徨，我哋喺諮詢老師之後，老師同我哋講，如果時間唔足夠，我哋可以簡單修飾下嗰個作品，但係得獎嘅競爭力唔大。如果想要提升作品嘅水平，我哋就要重新寫多一篇，並集中於女權思想嘅分析。淨係老師嘅鼓勵同埋幫助，令到我哋更加有信心重新決定寫論文。今次回想，正係因為呢次嘅小挫敗，更加凝聚咗我哋整個團隊迎難而上、堅持到底嘅決心。透過呢一次嘅比賽，亦都提升咗我寫作論文嘅能力，特別係點樣搜集、整合同埋分析資料。而今次亦都係我第一次參加論文比賽，最後能夠成功得獎，為學校爭光，實在令我喜出望外。亦增加咗我對研習歷史嘅信心同埋興趣。
我係5A 班譚詠彤。呢次之後對我個人發展其實亦有好大嘅幫助。從未參加過論文比賽嘅我，喺呢次比賽後懂得如何篩選正確而且精簡嘅資料，甚至有些資料網上不能輕易找到，要去到大學圖書館去揾。同時我都學習到搜集資料嘅方法，更緊密嘅論述資料同題目嘅關係，從而提升咗我嘅論述能力。其實讀歷史對我哋嘅學業同其他方面都好有幫助，就比如喺中文作文考試中，我相信同學都有諗過寫議論文，但往往因為沒有真實嘅論據而卻步。但修讀咗中史同埋參加過論文比賽之後，我更有信心運用史實、帝王嘅經歷作為論據，提升咗我對議論文嘅書寫能力。同時，我對歷史嘅認知不再單為學業咁片面，我明白歷史現象同文化嘅背後所代表嘅複雜性。以我哋嘅文章為例，晚清演說中嘅女權思想深受西方思想嘅影響，帶動女性解放，而中國民眾對於來自西方同世界女權思想嘅接納同響應，尤其5·4運動中女性嘅參與，更成為咗世界嘅楷模。一次論文比賽係一場穿越時空嘅旅行，從學術認識歷史，更有意想不到嘅收穫。今日嘅分享到此結束，多謝大家。